大家好，我是嘉辉，欢迎来到嘉辉泡汤园。我今日来分享我考过2020年清大秋季台语认证的心得分享。大声我的分数是考396分，伫要400分。这恁家己看就好。我是伫2017年考到中国级了，迄当开始做无语志愿教师。去屏东的德昌国小受训，通过试驾才会当去学校教台语课。我为着要考较悬级的考试，也就是高级，是有偌年啊拍拼咧读册甲写文章。刷落来，我要分享我是安怎考过悬级的考试。第一，听力爱加听全台语节目，譬如台语台新闻、广播的文章朗读、音档、台语的放送节目等等，拢会当增加加强听力的进步。第二，阅读，这一定爱读台语各类的册，譬如台语小说。我建议会当要陈明仁阿仁老师的小说甲陈瑞先生的小说来读吼，会学到足侪古早的台语语词。对认证有帮助。若是讲到台语散文的，林美丽林老师的作品真好上手，阁有台语诗，阁有商代有出台语认证的册会当去买。我拢甲网址用伫遮。阁伊的考古题，即摆老师有出一本啥？我出的台语认证中国级甲写作的电子讲义，你会当入去抄找。网址嘛伫遮。第三，写爱生为这篇文章写起，计一开始写家己会晓写，而且爱先对汉落开始写，大头才来写全落的文章，安尼才会进步。第四，讲会当摕汉落的台文册来练习，爱录音放互家己听，才有法度进步。老师分享学习台语的网站，即个你会当家己点入去下面的2个影片提供互大家参考。第一个是小解台语鉴定的用册，有讲到商代甲教育部。第二是小解商代甲教育部的台语认证。即2个影片欢迎点入去看好，安尼嘉辉老师讲到遮，大家再会。